这个话题来看到，又有一卡有历史神秘的保险箱开未开，落尾等工区老的人来挑战。这是桃园龙潭国小最近整理旧教室的时，伫咧角下找到一卡古早的保险箱，顶面写防安库，就需要6个大人才有材料来搬叮当，拢总有3个锁，学校赏1万块的奖金，总算找到开锁的高手，顺势伫咧促校120周年的时，甲伊开开。本来打算讲机关厂里仓库，结果一个开开了后，内底早就已经啥物都无啊。 想要我的财宝吗？想要的话，可以全部给你，去吧！这一回，桃园市龙潭国小为着要拍开神秘宝盒仔，嘛聊落去，提出1万块的奖金，要找开锁的高手来开盒仔。这位阿伯，这个锁敢好解？我没有办法一边讲话一边工作。无差，这位对台北来的5线是提出专力甲伊拼，形容阿伯一个动作，全场拢唔敢喘气。 总算是拍开啊！放了超过100年的宝盒仔，如今重见天日，悬100公分，宽有50公分，爱6个大人才搬会叮当的保险箱，有3道门锁。紧来看校长的开箱文。这个好像是一个柜子。 其实开启之后看到很多的小夹层哦，其实有很多的期待，但是发现一个柜子打开来居然是空的哈。 真的是有一些失望哈。莫失望，虽然内底啥物拢无，但这个宝盒仔唔是大家学校拢有的。顶悬搭着防安库的条啊，这是日本殖民为着要灌输天皇新计划的一种方式，强化将军爱国、防国民精神，以及加强对台湾的皇民化。设伫咧学校用来放玉真影，也就是代表天皇、天后的相片。这是手的感觉。 这个不能教人啊！讲等下人家。着惊的无饭碗，开锁的秘诀袂当讲伤济。虽然宝盒仔内底空空，但也是互私心满满、难忘的120周年校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